嘉义高中舞蹈班已经设立31档，这5档内由高年级学生带领学妹拢规划实施创作舞蹈。今年因以 Reversal 作为创作主题，整个呈现在大家眼前，对计划方向、编排、和总到音乐灯光等无前无后，全部拢是学生一手包办。学校就是要训练学生发挥专长多元学习，参像高赛学生简心瑜的立志成为编舞家来努力。我们的灵感跟想法丢出来之后，我们先有一个形状出来。然后老师会在旁边再帮我们修整，然后给我们很多意见，然后我们再从那些意见里面统整出我们最想要的方式。我想要成为一位编舞家因为这次我也有参与一首舞码的创作，对，然后我的作品是跟贴标签有关，是标签现象，对，我是以这个概念，然后来去把它形象化，然后变得更具体。今年演出请一些女学生编排出11首完全无同风格创作，其中校长上界骄傲，对学生伫舞蹈作品嘛用力人文关怀，用电影无啥议题来关心身心障碍族群，提供反省思考。当然，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、不断突破的成果。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对学生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磨练，因为高中3年毕竟还是一个青春的时候，那很多的这个经验没有那么的丰富，包括说要自己编舞、自己印制海报、自己来协调灯光音响、自己来处理相关的这个部分。我相信这个对于学生在未来有机会出社会的时候，都是一个很好的养分。那一个舞蹈班的成立真的是很不简单。因为其实学生他们愿意付出，在舞蹈上面，他们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。那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，他们愿意吃苦，然后愿意花时间，然后只为了就是说把最美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。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也是他年轻时期的一个很好的历练。高考伫校内首演杜拉舞蹈引起师生热烈回响。8号暗时7点，也有最后一场的对外演出，校方欢迎民众踊跃退票入场欣赏，同时配合疫情票券采实名制。相关资讯会当查询嘉义高中舞蹈班0621307445。台湾新闻军及何琼芳采访报道。